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到咱语言之声少年人的建议广告电台。今日请的来宾呢，同款，甲顶一同款吼，是洪明德。洪明德甲大家说一下招好咧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洪明德。顶一集咱讲到迄个歌册内底的故事啊，为着要写这个小说吼，为着要了解这个故事，我真正是三不五时啊，就甲迄个念看放起来听咧。即摆伊个找有哦。Spotify 顶管有哦，好啊，我等你来听看卖。就厉害，观众评委当去 Spotify 哦，拍讲家人7号房，伊就会跳出来。跳出来，伊顶头是写有诶，应该是写曲查某啦。较早有一个歌手叫做曲红英伊诶艺名，伊应该是伊诶本名是曲查某，艺名曲红英。你若是详细甲听落，其实有两个人诶声。就是一个是曲查某的声，有一个唱较悬的，尾后我摕迄个声去甲对吼，对甲就这迄个较早迄歌声的声去对，应该是陈清魂。迄个时代另外一个嘛是真厉害的歌声。这曲查某曲红英呢，其实也当讲是这个杨秀卿老师半个老师。所以比伊个较早的，比伊个较早，就杨秀卿捌，互因爸爸卖去互曲红英做客查某囝，就是伊要请伊教伊念歌，因为曲红英嘛是看无的人，就是讲较早就是用这个要讨谈嘛，要专家的考这条就对。毋过听讲迄个时阵，曲红英是已经就请啊，有人找伊灌这个唱片，伊就。敢若买甲毋甲，翁仔某去定冤家，对啊，因杨秀卿爸爸就甲杨秀卿带倒出来，想讲无家己来带，带无偌久，因为生理共款爱做囡仔就看无，就真歹顾。尾才去卖互另外一个嘛是歌星，叫做萧金凤，就真正开始拜师学艺，就是为萧金凤迄边开始学，这就是看这个资料了。资料拢是安尼讲，结果我就想讲，一定爱找一个较有实际证据讲，真正就是安尼拄安尼。我嘛是伫网络找到有一块唱片是曲红英甲杨秀卿两个人合唱的。迄唱片迄是用啥物类？伊就曲盘曲盘有人甲伊数位化所以会拢网络顶拢找到，你若找有的人，你真正你详细甲听落吼，你想看觅迄两个人拢袂看的呢？是迄物件是安那记伫因头壳内底咱目睭金金的人拢无法度像安尼。是要弹，要唱，要记，要斗句。所以讲吼，有时跟以前伊定定讲，伊若是唱了无好势吼，拢去用小老师萧金凤拍手、拍骹床、讲骹、讲腿，讲袂晓食饭安尼。其实是惊伊讲，伊若紧无甲这个歌背起来吼，无法度趁食。对，这就是迄个年代啦，歌册。你即摆伫无用啥？我即摆拢在做医生，毋过我家己。就是下班加减写一寡物件。写歌册？我搞。写你即摆想写啥物件较济？你真正写小说嘛？我即摆就是因为我即摆我嘛毋知咧，毋知是毋是我老啊？就是讲你老啊？你甲我讲你老啊？无就是我就是有一工了，向发现着讲我细汉的记忆当中的遐个台语，我话袂记去啊。所以我想要甲遐物件紧写落，所以我有咧写一寡算做是。较我散文啊，就是文集安尼，就是写一寡我细汉时阵的代志。小说嘛是咧继续写。是有啥物你较古早时代代语你会记咧？就是就是阮地方的腔口啊，像讲你若讲物件细做细，你敢问讲细角行啊？细角行啊？对，无。就是我有一个音，就是有一个加音。我嘛是拢，就是逼家己咧，就是逼家己写时阵，认真咧落甲想，才想会到，就是讲我较早拢会安尼讲咧。还有啥？细角行啊，还有啊。
我有发觉到，就是即摆若是讲，你若要讲表示伊诶，我即摆拢讲嘛较济，但是细汉时阵，敢若拢是讲弯啊，即个讲法较接讲。弯啊，嘿，嘛弯啊，我弯啊要来因遐，还是讲伊到呾要弯啊未来，可是你表达讲嘛是安怎，还是弯啊，我有当时会讲，有当时会讲有当时啊，弯啊，像遮诶物件，就是一寡细汉内底家己想诶物件，家己想着诶物件，啊，毋过做侪应该拢拍角落去啊，所以，嘿，想讲更加写落来，啊，小说嘛是继续会写呢。啊是小说甲这是拢时到时会变华文，还是台文，还是男做伙写？即摆男做伙写较好卖啦。是安尼问对，毋过我即摆拢想讲，我拢写全台文啊。你要写全台文，为呾开始要写全台文安尼？散文甲小说拢是全台文。全台文，后一本开始就是全台文。应当是安尼，啊，若是要有华语。我即摆做法其实是我嘛是足惊讲写全台文袂，可是拢袂家己人，对，拢无拢效，袂家己人呢。对啊，所以嘛毋知影安怎。毋过我家己是感觉讲，若是逼家己用全台文咧想代志，真仔甲用华文咧写较无共。哦对，迄对咱录音的前一工，就我甲阮大学的一个学长，因原来即摆嘛咧大学，那讲。是学长啦，嘛是同事啦，同齐咧教册。迄昨伊就甲我讲，伊即摆咧读，拄好咧读迄台语的诗。是。伊讲，伊即摆才知影讲，伊的母语是台语，也毋过伊即摆才知影讲，伊毋捌字。我就讲，因为咱拢是青梅牛。是啊。伊咧写啥拢袂晓读。真正找迄书店字典甲。倒起来，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即个字是迄个意思，即个字是迄个音。啊，毋过若是无即个帮助，无即个书店的帮助，就真正拢读无呢。是啊，所以我咧写的过程嘛是直爱去网络查即个字典。这嘛是一个即个时代变化，因为上早差不多2012年的时阵，迄当阵。拄好台文当咧开始尔，是迄个时阵，你讲要真正找一个用书店字典要找着你会当用的字，其实佫淡薄困难。因为字典无收了足少诶。对，即嘛是愈来愈有较少淡薄啊，要毋过要是有即个物件，爱四界找才找有，系这嘛是你讲。有人讲看无，有人讲，佫有人讲，佫员讲即个字应当爱用迄个字安尼。是。但就迄天看到一个人讲啉物件的啉有无？佮有无？即马就是一个口字边嘛。佫一个啉嘛。啉嘛。就有一寡研究者就讲，一定爱用迄个啉物件用饮呐。就是饮料的迄个音。饮料的音，就讲迄饮料的音，就是念啉。因讲啥物声母啊，啥物音调无？因为讲就你就想讲，哇，这个要插落去，迄头前人个字毋知要改到啥物程度。我家己是感觉讲，我家己的创作内底啊，我感觉我是算做达到一个时机，就是迄当阵开始有人咧，就是咧看台语即个物件啊。我迄当阵头先用华语念台语，嘛是拄啊互。甚至是讲，互一寡对台语有兴趣的人会读会落去，读会落去了，才豆我家己嘛转做写全台语，嘛希望讲会当甲即阵人、即阵读者做伙进步安尼。是，其实咱有当时台文界有一个较趣味的现象，就是大家应该会当了解、会当体会，就是因为即个环境搁当咧，大家拢当咧学。是，其实有当时咱。甲别人纠正是一件真好的代志，咱讲绕开求进步，就是你若去互人纠正讲，你这个音弹毋对，迄个音弹你着爱较谦虚的，就是亲像我咧录这个 podcast，我家己录了讲煞，过来听的时阵，就发觉讲迄声调讲毋对啊，迄就是因为有一寡字有一寡词是平常时就无咧讲无咧用，就袂关系。你的声调就会变调去，变到毋知倒位去。是的。
我家己过去嘛是拢安尼，所以变成讲我即摆嘛是要个咧拢用一寡迄个书店的工具，还是一寡 app 啊，嘛是逼家己拢听全台语的。你的工具拢用啥物款工具？教育部。学言字典。学言字典好用。好用啊，因为即摆有算做甲变成一个会当佚佗的物件，可是你会当逐工算，可以加一粒学言互你安尼。这嘛真重要，就是讲咱学物件上重要是爱有一个补偿的效应。就是你学偌济，伊补偿你偌济，啊，你摕到这个补偿了，你讲我有摕到物件，啊，其实迄个物件嘛是虚的，是是，但是你刚刚讲我有一分食袂饱，对，但是我就一分，啊，伊个会安尼跳来跳去，感觉足够追啊，你就为着要改迄什么成就啦，为着要摕啥物件，你就较骨力去学，较骨力去。其实即种这个学物件的效果，拢会较慢，啊，毋过学到物件拢会较调白，对无？是啊，啊，你除了讲即马创作要用台文台语以外，你伫咧咱讲用台语生活，啊，搁你咧病医用台语的这个状况，差不多是啥物款啊？我讲一件代志，就是我真好运，我的迄个阮翁。伊会晓讲台语，所以我伫厝里我拢讲台语较济。啊，毋过伊是听有会晓讲，毋过伊可能听到也袂好，所以伊嘛是会谈华语。所以毋过阮伫厝里嘛是会讲。啊，伫病院，因为我拄仔看药，就是拄仔好是看药剂科，拢老人较济，所以我若是要问病人头一句嘛是拢先甲讲台语。啊，有诶若是客人还是外省人，因会听你若听因讲话，就知影讲啊，可能伊腔伊毋是讲台语诶，所以。头一句讲台语了，才个转换安尼。就是看病的时阵，也是要看迄个病人因的语言是啥物啦，袂当讲你着超过伊要迄个。啊，毋过因为药剂科，确实药剂科应该拢是时大人较济，拢是时大人较济。啊，而且我感觉你若甲时大人讲台语，你嘛学着诚济语术。你有对病人遐学着啥物无？有啊，足济呢，比如讲，我较早迄个香药，透一个米酒。我拢是，但毋过拢是学着医学较济啦。就是譬如讲，食物件爱紧食，因拢有诶人讲会讲呛喙。呛喙，对。啊，佮有，可是嘛有听到足济无共款诶腔啊。像我若问病人，有诶老人，伊若较老，伊听个知影我南部来诶。你倒一句老实你诶秘密？我嘛毋知既然你知影我是南部来，安尼就袂当留你外口咯，阿伯。我无遐俗啦。你嘛毋知影是倒一句？嘿，但是我家己嘛是听得出来啦，像皮肤即种啊。皮肤。南部是讲皮肤，南部是讲皮肤，北部腔、泉州腔，皮肤，走那白。对，像即种诶，走那飞，走那白。迄时大人嘛是最厉害。是啊。那伫普通生活当中，除了甲你讲以外，去外口买物件、坐车。讲一句实在的，就是我感觉伫外口讲台语会有压力。是哦，伊会惊去人讲来一个老人，无伊咪讲怎么来一个老人？因为我像我即摆住邦桥，遐嘛算做，遐台语嘛足济呢。对，遐边嘛是算做是市场，毋过若是一寡店内底，我若甲讲台语，一寡少年人伊会问我讲，为什么你要讲台语？因为我迄边看开就是讲华语诶面。伊会甲你安尼甲你问哦。对。啊，譬如讲，一件做实际问题，就是讲，你若是去 7，你是毋是拢问你讲你要报会员电话无？对。啊，若报电话，即个时阵台语甲伊讲迄个文言音，少年人拢听。09108888。啊，少年人应该听足久哦，所以我尾时阵家己若感觉煞我嘛。为什么我给放弃讲华语呀？安尼袂使，你就是你无感觉家叫就是别人。是安尼无。你嘛感觉家叫，好别人互因去家叫，迄是恁听无，迄恁兜诶代志。我个面皮足薄诶。原来是安尼。嘿，若是有当时我嘛是安尼将
头几集嘛，若有讲着我去买饮料的时阵嘛，因为安尼就是讲啊，无我著拢讲华语好啊，安尼要摕着我爱物件嘛较紧啊，对无？嘛免甲大家咧排队排甲安尼有诶无？啊，毋过颠倒头，其实我开始较食咧讲台语是2009年诶时阵，因为本地就是本地母语是台华拢烂办做伙啊，因为细汉著看布袋戏、看歌戏啊，就会讲一寡真奇怪的台语。布袋戏内底有少拢是做个文言音嘛，文言拢是读册音较济，毋是日常生拢活咧拢毋是生活音，什么遥遥天涯破书声。当时用着这，毋知几用关呢？啊，就是讲。啊，毋过，因为你共款，你对迄个语音是有记忆的，你会知影讲，这个语音差不多安尼发。其实迄个台语是会较认得。我也是，就学校嘛，内底小学的时阵嘛是同学拢讲台语，高中的同学拢讲台语，因为拢住淡水嘛。结果高中到高中开始的时阵，华语就愈来愈济，同学拢袂晓讲台语啊，大家拢讲华语。啊，迄个时阵我嘛叫因，毋知是叫因影响还是安怎嘛，开始讲华语。是2009年的时阵，迄当阵拄好去香港。是朋友，你若有去香港，你就知，规个香港，即摆可能有啊。啊，毋过2009年的时阵，规个香港无人来甲你讲普通话。对，迄阵全拢讲广东话。对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啊，人是安怎会使安尼？是啊，咱那是安怎袂使安尼？啊，转来了，我就开始甲我平常时讲台语的迄个拍数，愈摕愈悬，愈摕愈悬，系啊。我嘛是希望讲有一天会当全部拢讲台语，袂感觉碍拗。啊，毋过你面皮伤薄啊。我感觉迄是一个整体，就是讲，逐个人拢会较食听，会听过会愈来愈好啦。啊，你逐个人安尼讲，较袂有一寡，就是较袂感觉讲。足奇怪安尼，对啊，啊，像我感觉伫病院，其实会讲台语算作是一个优势啦，因为像我囡仔面囡仔款，啊，足侪病人看到我头一句是讲恁奶，就是哦，即摆医生遮少年咯，安尼讲，啊，但是你若是讲台语的时阵，对，毋是因安尼，因其实因背后壁的意思，因的暗话是讲。即可能较无经验的款咯，啊，毋过你会晓讲台语，也是讲叫因的名，拢叫台语的话，迄因个加感觉足亲切嘛。因为伊讲伊讲伊倒位听，你较听有。嘿，是，我过境吧，我过境吧，无人讲，我寒咧听，我切一半互你食，丢听，听到你这油脂科就想到过境吧，什么天推，巴肚就开始摇。哎呀，就是哦，原来我讲台语本地就是会当甲恁诶即个关系会用较晏啦，是伊就较愿意甲你讲这嘿。啊，尾啊，就是上尾个问你一个问题就好，就是你安怎看待即马台文创作的这个环境？我感觉愈来愈好呢，所以我嘛是感觉讲，因为我家己判断这个环境愈来愈好，我才敢写全台文。而且我感觉即马有 AI 啊，你若看无，你就甲我台文当去 AI 翻做华语好。AI 敢无法度判断讲这个台文的内容？我家己有做试验，就是讲，你用华文叫 AI 翻做台文是无法度，毋过你用台文叫伊翻做华文，因差不多8-9成会对安尼。是啊，你敢知影是啥物人来偷训练 AI？咁就是你，毋是李金华老师。哦，是哦，伊拢偷用 AI 咧叫伊写台语的心迄个诗啦、文章啦，你用偷咧训练 AI， 伊甲我讲诶。安尼大家拢来甲训练一下，对，拢来训练一下，尾来伊就台语就认同诶。好，今日真感谢会当请到洪明德甲咱做伙来开讲，讲伊诶生活，啊，讲伊诶创作，啊，佮讲咱诶家人7号房诶惨案。哦，内底毋知挂有字无哦。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诶收听，咱是语言之声少年人诶闲语广告电台，咱后盖空中再会。